我看了播出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看起来这么讨厌。但是我还蛮想澄清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真的不是有公主病的人。当下我确实是，我也不是很记得，是哪一个部分了，但是可能当下情绪不好吧，对，然后跟主持人又太熟了，大家看到的东西就是那样，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也没有任何的去反驳。无论如何，我给大家的观感就是这样子。那我会以后会尽量的去注意在荧幕前面的表现跟大家的观感的问题，因为我看了播出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看起来这么讨厌，原来怎么样的。但是我还蛮想澄清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真的不是有公主病的人，只要是我的朋友都一定知道，我完全私底下是。我在我的姐妹圈里面，我就是个男人，我就是个工具人，我是帮忙开车、帮忙导游，然后大家就是一些杂事叫我做，我就几乎都是我，就是几乎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帮朋友做。然后我能自己做的东西，我绝对因为我一个人住嘛，全部我都是靠自己的。我没有在用什么工具人，或是我没有所谓的公主病，然后要人家来帮我这个帮我那个，我超不好意思开口叫人家帮我这个帮我那个。那所谓的公主病什么的，就其实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我比较让人家觉得这几天当然都一直接收到一些谩骂的私讯啊，跟留言啊，那有些时候会有一点难过啦，对。因为就觉得好像是被有点委屈吧，因为就是我觉得是说我真正做错的事情，我绝对承认，我哪里做不好，我绝对承认。但是如果我被误会了，我觉得这样我有点委屈，因为我平常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录影是3天2夜整，那电视播出来的只有2个小时，扣掉广告可能只有2个多小时2集嘛。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片段的一些画面而去定义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就这样。